棘啦，咁嗰個空曠位置大家都小心，同埋切勿攀爬喺窗前面嗰個欄杆。聖母無玷聖心學校第47屆畢業典禮，現在正式開始。程序1，嘉賓進場，請各位起立。
位嘉賓就座，各位請坐。程序2，誦經及唱校歌。恭請校監鐘妙常修女帶經，有請鐘修女。各位午安，我哋開始我哋今日第47屆嘅畢業典禮之前咧，都讓我哋住過去一批小六嘅同學裏邊嘅學習，同埋我哋嘅老師嘅教導，今日將要做一個總結，然之後離開校園之時，我哋都祈求上主祝福同埋護佑。最後我哋一齊祈禱，請起立。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啊！上主天主，我哋感謝讚美你。喺過去嘅日子，你讓一批小嘅同學喺你嘅照顧底下，佢能夠健康愉快地成長。透過你嘅聖神賦予俾師長、父母對佢哋嘅悉嘅教導，就求你繼續嘅祝福每一個同佢哋有關係嘅長者、長輩，佢哋嘅同輩同佢哋自己，都特別會有你未來嘅腳步，喺佢哋踏入中學嘅時候，都能夠再繼續嘅發揮你所賦予嘅一切感恩。上主天主，我哋感謝讚美你，同姐弟一齊咁樣同冇天地嘅人咁樣向你頌讚。我們的天父，願你的名受顯揚，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物，求你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但救我們免於惡惡。聖母無變聖心，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多謝鐘修女，各位請坐。現在時間請全體同學起立頌唱校歌。請鐘修女可以就座，因為我哋會先唱校歌，然後再致辭。唔該，鐘修女。程序3，校監致歡迎詞，恭請校監鐘妙常修女。我哋今日嘅主禮嘉賓，邱柏翰律師，佢嘅
修女、各位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家長、各位同學、家長教師會嘅主席同埋我哋校友會嘅主席、我哋校友會嘅代表，咁大家好，嚟到我哋47屆嘅畢業典禮，同時咧都喺呢個美田路1號呢個禮堂裏邊咧係第一次嘅一個咁盛大嘅聚會嘅。咁喺度首先除咗話歡迎，更加應該講聲係多謝，多謝大家對聖母滿聖心呢個系列嘅支持。我講支持嘅時候，其實就更好話，都係我哋一個嘅機會去回歸翻聖母滿聖心，同埋個辦學團體聖母老方濟傳教女修會，以及喺後邊支持住一班修女嘅已經離世嘅前輩。冇昔日嘅佢哋，冇今日嘅我哋，有佢哋嘅耕耘播下嘅種子，我哋可以繼續耕落去。今日要培育、孕育一個青少年唔簡單，明白到父母親嘅壓力，亦都體察到同工們嘅更大嘅壓力，因為唔係湊自己嘅仔女，係湊緊他人嘅仔女。當要睇他人嘅仔女嘅時候，嗰種嘅承擔，嗰種嘅不容有失，比起自己只係睇住自己嘅仔女不容有失，係嚟得容易啲。咁喺度好多謝黎校長，今年都係黎校長，係喺我哋學校服務第40個年頭嘅完結。咁亦都佢會係完好咗佢自己喺教育呢個任務上邊嘅嗰一段落。咁講到要教育，講到要係栽培佢哋嘅時候，我睇今年我哋6年級嘅同學將過去6年為佢哋嚟到講有特別嘅體會，由文禮路嘅喺嗰度生活咗5年，喺度生活咗1年，然之後同住老師一齊點樣準備搬過嚟呢邊。我哋實際上得到校友會好大嘅支持。喺準備要搬校嘅時候，就喺呢個時候，校友會亦都同步咁樣係形成咗，知道要搬校。06年、07年，佢哋開始努力咁樣去點樣可以為學校做翻一啲嘢。因為學校47屆，我哋係64年開始，明年就係我哋嘅今年。咁所以你睇到我哋台上我哋嘅師兄，第1屆嘅師兄。我哋嘅師兄，我哋嘅師兄，我哋嘅今日幾位嘉賓咧，你頭先話俾我聽，佢係第20屆，係中間嘅師兄。咁我哋在座裏邊咧，亦都有我哋嘅第2屆嘅師兄，有我哋嘅校友會主席。咁喺教育同工裏邊，亦都有我哋嘅校友，在座嘅家長都有我哋嘅校友。咁大家可以睇到昔日。由昔日嘅沙田去到今日嘅沙田，裏邊嘅變化，我哋喺呢度長大嘅，我哋自己會睇得到，係前人同埋今日嘅所有嘅人士，大家嘅努力嘅成果。但係再點樣去耕耘落去呢？仲需要我哋嘅下一代嘅接棒，就係我哋而家坐喺前面嘅小六嘅同學。你哋今日係好多係隨手可得嘅，撳掣就乜都有嘅，唔使想太多，啲嘢就出現喺你面前嘅，是好是壞，我哋都拭目以待。但係我哋已經睇到有啲不足嘅地方，就喺我哋呢個不足嘅地方底下，我哋點樣係透過人與人嘅共處，人與人嘅呢個溝通係可以加強，因為 TJ 做咗人就要人彼此有一個溝通，唔係靠個資訊嘅科技嘅發達，大家攞住個唔知第幾代嘅電話咧，越高代嘅，然之後喺一間屋裏邊咧，隔離房叫食飯都要去俾個信息你，咁我就覺得呢種咁樣咧就要將佢打碎佢啦，唔好再存在，因為呢個好危險，大家唔敢面對面嘅見大家。咁於是我哋未來點樣去創造明天呢？因為我哋不敢於面對，我哋只可以係隔空去傳話，好危險呢樣嘢。呢個咁嘅風氣不能夠阻住。絕對不可能，係好悲哀嘅事，因為
我哋唔能夠實事求是地去面對面去處理問題，而係唔知我係乜我就可以出聲，好危險。咁我盼望在座嘅家長可以同我哋嘅教育同工一齊咧，我哋都係呢方面喺引導我哋嘅青少年嘅時候咧，我哋都正視一啲不可助長嘅情況，同埋係點樣可以加強到我哋嘅青少年可以喺上主嘅創造底下係要人一個共處，你哋要係努力耕耘，你哋要人獨處不同，你哋人係需要會識得睇到愛天主同埋愛近人、愛人如己等等嘅。咁我希望我哋嘅喺呢度所學到嘅，我哋嘅校訓校弟勤儉嘅時候，對上下有合有愛，對周遭嘅時候，我哋識得點樣去處理。我哋對大物、對天地嘅萬物，我哋如何嘅可以去共融，然之後將佢耕耘，呢個唔係要求我哋去耕耘，要求我哋去付出，要求我哋努力。上主喺佢嘅創造裏邊，當對亞當同埋夏娃講：你哋要努力耕耘。而喺創造嘅時候，你哋要治理大地，係交託得俾我哋清清楚楚。我哋係要用佢嘅肖像去發揮我哋自己。要喺教育上面要求我哋嘅喺度，我哋好多謝大家對聖母五聖心嘅一個體貼，特別係多謝校友會同埋家長教師會。咁喺度，我再一次嘅同大家校會多謝校長同每一位嘅教育同工喺度，成個嘅教職員工。為學校所付出，為我哋嘅青少年所俾出嘅一份，其實上主繼續嘅福佑同埋會使到每一個人都可以係健康同埋佢嘅精神底下，佢繼續好好生活，祝福在座嘅小六同學前程萬里，天主保佑。多謝張生。程序4，校長致校務報告，恭請黎兆力校長。主禮嘉賓邱律師、校監鍾修女、各位修女、莫校長、關校長、兩位師兄、各位嘉賓、各位家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嗱，今日呢就係我哋本校嘅第47屆嘅畢業典禮。咁我喺呢度咧係恭賀我哋174位小六嘅同學啦，佢哋係完成咗一個學習嘅階段。咁亦都係藉住呢個機會咧，向大家報告下我哋過去1年嘅工作。咁其實有同學咧就問我喎，佢話明年咧就係我哋學校嘅50週年，奇怪嘅點解叫第47屆嘅？點解唔係49屆？有人就舉手啦，我睇到有同學舉手啦，係咪啊？咁啊喺度咧都解釋俾大家聽，其實好簡單嘅一件事嘅啫。咁就因為咧，我哋學校開學之初咧就係去到4年級嘅，咁就係冇5年級、6年級。咁於是咧2年之後咧先至係第1屆嘅畢業生。咁因此咧，咁我哋嘅屆年咧同我哋而家叫做話將會係50週年啦，係相差咗2年嘅時間。咁希望喺呢度可以解釋到俾大家聽，大家都明白啦咁樣。咁我哋喺2012年嘅8月8號咧，我哋就搬咗過嚟呢個美田路啦。咁啊轉為全日制。咁無論啦，我哋係上課嘅時間啦，係抑或咧我哋午膳嘅問題喎，點樣食晏晝咧？仲有咧就係行嘅石級啊，行嘅樓梯級啊。咁同學咧喺呢一段時間裏邊咧都需要適應嘅。咁相信咧1年過去咗，咁我哋經過一啲嘅磨練啦嚇，咁我哋咧大家都適應咗呢一個地方，亦都適應咗呢一度咧係點樣去上學啊，點樣去放學啊呢啲嘅時間。咁喺2013年嘅6月3號咧，我哋喺呢度都係成立咗法團校董會嘅。咁我哋嘅教員校董同埋替代教員校董咧，就喺6月嘅11號咧就已經係依照章則咧就選出咗啦。咁至於家長校董啦，同埋校友校董咧，就而家咧嘅選舉咧就正在咧安排之中嘅嚇。
而家我哋學校嘅學生咧有929人，我哋嘅教職員咧就有71位，教師嘅團隊咧就係49個老師咧所組成嘅。咁而教師們咧，我哋係非常之團結合作。咁我相信呢一樣嘢咧，同學仔都知道，家長可能都會見得到嚇。咁佢哋係非常之愛護學生嘅。咁我哋有22位咧係非教學嘅人員，佢哋係非常之盡忠職守。咁校園裏邊咧好多嘅我哋一種嘅和諧啊、融洽啊呢種嘅氣氛咧，咁係大家都感受到嘅。咁亦都咧係家長咧喺我哋嘅持份者問卷裏邊咧，都係相當認同呢個學校嘅關愛文化嘅。我哋校方咧喺教學方面啦，喺課程方面啦，咁我哋咧係有與時並進嘅，咁係依住時間咧，我哋都會改進我哋嘅，希望咧收到更加好嘅教育成效啦。咁好似我哋中文科，咁我哋係有深化學習嘅，喺課堂裏邊係點樣去優化嘅。咁而另外一方面咧，我哋都係參加咗教育局舉辦嘅悅我心情師生互動閱讀策略嘅網絡學校學習圈。咁其實咧呢一樣嘢咧，就係呢一個咁嘅活動咧，就係透過教師嘅工作坊，同埋嚟自不同學校嘅老師啦，我哋作教學嘅交流，咁將呢個策略咧，亦都融入咗我哋嘅學習之中，咁係建構一個係具特色嘅校本課程嘅。英文科方面咧，我哋喺課堂咧都係集中喺共同寫作啦。高年級同學咧係會覺得呢一種咧腦激盪嘅方法咧係可以增加佢哋寫作嘅靈感㗎。本年度咧，我哋都邀請咗外籍英語老師計劃嘅部門啦嘅同工嚟同我哋學校嘅同工咧係共同備課，然之後共同去教學喎。咁除咗咧邀請我哋每一個老師咧，或者我哋英文科嘅老師咧，去一齊去學習之外啦，一齊去交流之外啦，亦都咧係有錄影嘅方法，係錄影咗俾其他嘅同事咧去睇去學習嘅。至於數學科方面咧，佢哋嘅我能答得到嘅計劃咧，就係重點重溫嘅方法，喺課堂上係想學生咧係學得更加好。咁除此之外咧，我哋都參加咗教育局咧係為我哋做嘅一個3年期嘅校本支援計劃。咁今年咧已經去到第3年㗎啦。整個計劃咧嗰個關注重點咧就係包括喺合作學習啦、提問嘅技巧啦，同埋即時回饋呢3方面嘅。咁3年裏邊咧，由一位專家咧係帶領我哋1至6年級嘅老師就進行咗備課。咁喺呢度咧係俾咗好多嘅出邊嘅資訊我哋啦，咁同埋亦都係加強咗我哋數學科一個縱向橫向嘅一個接軌嘅。咁為咗使學生咧學習得更好，更加能夠擴闊佢哋嘅眼界咧，我哋有全方位嘅學習活動。咁我哋用跑出課室認識社會為主㗎。咁我哋呢一個活動咧係包括咗各項嘅參觀啦，一啲嘅義工服務啦，亦都係我哋今年都舉辦我哋嘅第1屆嘅陸運會。視藝科咧都好似去參加一啲雜木雕刻嘅創作營，就同本港同埋外地嘅雕塑家咧係對話交流，使我哋嘅學生咧學到唔同嘅學習經歷。訓輔組、德工組咧，咁我哋係培育學生嘅健康生活，係推行一啲健康精神健康嘅講座啦，一啲健康活力嘅齊實踐嘅活動啦，好似一啲藥物嘅教育，一啲嘅禁毒教育咁樣。咁我哋都係想推廣我哋健康生活嘅模式，同埋一啲正面嘅人生觀俾我哋嘅小朋友，係提醒佢哋要珍惜我哋嘅生命，同埋咧係主動咧關愛別人嘅。學校亦都有學習支援組，係對於有啲咧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同學咧，係為佢哋服務，亦都安排好多嘅小組俾佢哋，咁嚟提升學生嘅好似專注力啊、自信心啊，點樣同同學交往啊、啲社交能力，或者係一啲大小肌肉嘅協調能力等等。咁學校亦都有聘用咗一位言語治療師，係協助一啲部分一啲同學啦，佢可以跨越一啲語言嘅障礙。本年度我哋嘅同學咧，無論喺學術方面或者係體藝方面咧，都有好出色嘅表現嘅。嗱，我哋全年獲獎嘅學生咧，係超越咗844嘅人次嘅。咁獎項嘅種類好繁多，各科都有。咁我哋只係舉少少嘅例子啦。
咁譬如我哋係有第5屆嘅小學中國語文精英計劃嘅精英銅獎啦，中文創意寫作大賽嘅冠軍，兩岸4地青少年徵文比賽香港區嘅和平大使獎。咁另外咧就全2012-13年度啊全港嘅校際尊重版權創作比賽小學高小組嘅冠軍啦。咁第64屆香港學校朗誦節3年級咧攞到英文集頌嘅亞軍，第9屆香港小學嘅數學創意解難比賽啦，咁亦得到銀獎，仲有華夏杯嘅1等2等獎啦，第20屆香港小學奧林匹克嘅金銀銅獎。咁如果喺體藝方面咧，咁我哋都係攞到好多乒乓球嘅獎項。咁喺呢度我唔再多述，一陣間大家睇到嘅同學嘅攞獎情況咧就知道啦。咁除咗乒乓球，仲有排球啦，同埋田徑錦標賽啦。喺田徑錦標賽裏邊咧，我哋係攞到咧全年總錦標嘅女子組嘅銀獎嘅。咁仲有一啲咧係除咗呢啲學科啊、術科啊之外喎，譬如我哋全港嘅傑斯杯兒童才藝表演大賽咧，我哋都攞到高小組嘅亞軍嘅。第49屆學校舞蹈節，我哋高小組嘅甲級獎。咁香港學校戲劇節12-13年度小學傑出演員獎啦，同埋傑出合作獎嘅。咁喺呢啲咁多嘅突出嘅表現啦，都係由於我哋嘅家長好合作，點樣去幫助我哋嘅同學，或者咧係送佢翻嚟練習啊咁樣。咁老師同學咧，亦都係共同嘅努力，係得到咁嘅成果嘅，喺度都恭喜大家。咁今年咧，由於我哋係第1年咧喺學校進行午膳嘅關係咧，我哋嘅家長義工咧喺度係幫咗唔少嘅忙啦。我哋係激增到咧百幾位嘅家長義工嘅，係突破咗往年嘅紀錄啦。而各位家長義工，你哋嘅熱誠，你哋每一日抽時間嚟學校為同學仔咧安排佢哋嘅午膳啊，幫忙佢哋點樣分發一啲嘅飯盒啊咁樣。喺呢一度咧，我哋係實在衷心咁感謝你哋。咁而2012-13年度咧，我哋嘅校友會咧，亦都係新設咗2個獎項。我哋今日請咗2位師兄嚟咧，都係想嚟頒發呢個獎項嘅。呢個傑出獎勵計劃裏邊呢2個獎咧，就係傑出學生獎同埋傑出表現獎啦。咁校友們咧，其實咧，除咗2位師兄啦，仲有好多嘅校友啦，佢哋咧都係假日咧嚟到我哋嘅學校進行評審嘅工作嘅。咁對你哋咁愛我哋嘅學校咧，我哋係萬分之欣賞同埋萬分之感激。過往嘅日子，我哋校務咧得以穩步前進啦，都係有賴於天主嘅恩賜、校董會各位修女裏邊嘅支持，同埋咧全體教職員工大家嘅努力。亦都係得到家長嚟信任我哋，咁本人咧係致以12分嘅謝意嘅。咁展望將來咧，我哋嘅教職員其實一樣咧係會繼續咁努力，依循學校嘅發展方針，不斷完善，係為培育我哋國家、我哋社會未來嘅主人翁而咧係作出努力嘅。最後，我喺呢度咧係恭祝各位畢業同學前程順利，在座各位身體健康，生活愉快。主任。程序5，恭請校友會副主席邱柏漢律師致訓詞及授行。有請邱律師。校監鍾淑慧，校長、副校長、關校長、各位修女、各位嘉賓、來賓、家長、老師同埋各位同學，你哋好啊！首先咧，恭祝各位畢業嘅同學啊，你好似嗰度有啲嘢睇咁樣嘅，係咪啊？咁咧，希望你哋咧前程錦繡，咁咧將來咧，我相信咧，聖心畢業嘅學生咧，將來面對挑戰咧，一定能夠跨越，一定能夠面對嘅，係嘛？咁咧就好高興同埋好榮幸咧，今日咧被邀請做呢個主禮嘉賓。好高興就係頭先都講過下，就係修女都講過下，就呢度咧係第一次咧舉行呢個畢業禮。咁即係話咧，我咧係第一個咧被邀請做主禮嘉賓嘅人，咁我覺得好榮幸嚇。咁你哋係咪第一屆喺呢個禮堂畢業嘅學生啊？咁你哋記住咯喎。
佢哋一齊咧見證緊咧聖母無念誠心學校一個新嘅里程碑啊，係嘛 ？OK。咁另外咧就好榮幸做呢個主禮嘉賓。點解咧？我成日都覺得做主禮嘉賓咧，總係因為可能喺你人身上可能有啲成就啊，又或者喺你嘅做嘅嘢啊，或者事工上邊咧有啲嘢俾人認同啊，咁你就會俾人哋係做邀請做主禮嘉賓。我就覺得自己到而家都未有好大嘅成就。我諗我最大嘅成就可能就係娶咗個太太啊，有個小家庭啊。如果我將來有小朋友，會更加大成就吧。咁如果你話我自己事業上嘅成就，可能就係可能可以話跌跌碰碰呢10年8載，可以話成立咗一間少少嘅律師行咁樣。咁亦都可以話係如果話事工，我又覺得又唔係啲咩特別嘅嘢，佢好多人可能話幫手喺呢個叫做校友會工作，或者係幫手校友嘅幫手學校嘅事務咁樣，有時幫手。咁呢啲都係我覺得係理所當然嘅，係唔需要有啲乜嘢嘅榮幸嘅呢啲。亦都希望各位同學第時都能夠大個咗，都能夠係翻嚟學校幫手嘅。呢啲係我覺得係理所當然。點解咧？因為聖母無念誠心學校咧係我根。點解咧？唔好意思啊，我係一個比較感性嘅人。我連結婚嗰時都喊。唔好意思。我嘅根，我學業嘅根，我喺我學業嘅根啦，我嘅信仰嘅根都係喺呢度發展嘅。